大家好，我係大輝 SWF。見多次才夠痛，試一試從不輕鬆，哪怕是種嘲諷。今年正式由編曲人轉職成為幕前唱作人，推出嘅作品叫做《有些人有些關係》。比較多人認識大輝 SWF 可能會係造星一啦，我係30強嘅參賽者。有些人有些關係呢一隻歌係想送俾兩種人嘅，第一種人係曖昧關係入邊失敗咗嘅人，我哋一齊 move on， 一齊努力。第二種人係曖昧關係入面喺度諗緊究竟同唔同佢一齊好嘅人，一定要一齊，因為你唔一齊又點知適唔適合呢？我覺得經過溝通後，即使最後係分手收場，都會係對兩方面最好嘅結果。呢一首歌嘅 MV 係我自己一個人去度 idea 啦，去拍攝啦，去剪輯嘅，所以係非常之大輝 SWF。我放咗好多我自己嘅元素入去，例如係我最中意嘅扭蛋啦，例如係我嘅 outfit 啦，我中意嘅 vintage outfit 啦。然之後拍攝地方都係一啲我嘅回憶之地，所以呢首歌嘅 MV 對我嚟講係好原汁原味之餘係好我嘅。希望大家睇完同埋聽完呢隻歌之後，唔只係我嘅回憶，亦都會成為你哋回憶嘅一部分。我嘅動向，今年我會出3隻作品嘅，咁下一隻作品咧係會比較 energetic 啲，更加有希望嘅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然之後我係會希望可以有多啲嘅機會啦，工作機會啦，表演機會啦，等等嘅機會，去令到我可以籌集到資金貨，我年尾去做一個 gig 俾大家睇，同埋出實體碟嘅。所以希望你哋可以留意大輝 SWF， 即將會有更多嘅嘢去俾大家睇。多謝你哋。你也已不在。